今年嘅客家一般内的报道到今本年呢，如系最后一期报来看呢，同俺人嘅母语有关。1987年解除嘅38年嘅戒严令，第二年1988年代客家乡亲如行上街路，发动万我母语运动，争取本年压制嘅为40年嘅母语发上强。客家政策也谈论第二百到8月选举当中，2001年客委会成立，2010年，客家基本法通过，如是的宣讲系客家运动的延伸。客家事务对民间变做公部门关心的议题，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客家运动的诉求。客家运动发展为25年，220年延续下去，也是国家关心的重点。南京，南京，教育，教育，上水。总统大选实验行动激烈，候选人无分男女，做下我晓讲自己看法。我是客人，唔係人客。我係客家妹。候選人唔單想開出客家政見，咪公開公卡強調自家同客家嘅關係，來爭取更加多選民嘅認同。不過，實有安尼嘅成果，就係客家鄉親代表20萬人來解。將有一張用國父相做一本 MQ 嘅相片，攞嚟做小南政府母語政策嘅傳單，係1988年新年28萬我母語運動嘅進行象徵。今年未按照係客家運動嘅年。1990年，經由強烈本土意識嘅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喺大擺嘅選舉度成立客家促選團，編寫客家白皮書，本候選人連署運用，咪同客家政策帶入選舉度。客家嘅一條公共事務啊，總嚟講係單打獨鬥，甚至咧咩唔咩講一三年嘅一種嘅成就，一講佢就做出乜嘅貢獻一聽到家庭選舉嘅過程地度呢本一條參選嘅候選人呢提出嘅政見。我一講啲政見真開始呢，啲台北市市長選舉時，也係講。台灣總統選舉時呢，客家政見變講最重要嘅可能重要嘅政見之一所有的支持客家的朋友，大家站起來，表示從今天開始，客家人站起來哦。2001年，基金家遭到傾向性嘅認性，成立中央普惠機構客家委員會，依法編列預算並資源。帶頭做客家事務，呢度件事咪停定成立一級客家事務機關，客家運動對民間咪行業嘅公部門兩邊。有相當有一種權威性嘛，亦都當個係咪起來咧，大家作為嘅力量是動態，尤其咧早期係政府嘅力量政府嘅力量都會打壓客家語言嘅文化嘛，所以照理咧應當都那位跌倒，就都那位開抗起來。客家基本法草案修正通過。2010年正月29，對推薦20萬人嘅客家運動係個重要嘅里程碑。客家基本法正式實施，本中央機關推行客家事務嘅訓練，當中包括設客家重點發展區，還有公司語言嘅使用協調。不過法條更加做原則性嘅規範，係本人依附客家法到底有效果無呢？列入重點發展區嘅鄉鎮有乜嘅義務，有乜嘅條件，來做乜嘅事情，全部規範啦。同志性呢，我相信所有嘅法律都通用，然後個開始實行嘅話，一定係這個循序漸進啦。雖然客家法還係有爭議，但是無論係客委會嘅成立，還係客家法律法，所下係總統候選人選舉支票嘅實現。為了安全進一步監督政府進行做到客家政策，咪變做新嘅客家運動關心嘅重要部分。嘅大嘅方向留重點佢嘅客家政策嘅可能基本嘅想法基本嘅注重我先拿出來3年下來然後呢我強調我哋監督我哋評估看佢嘅可能
推动了可能客家政策嘅效果呢？韩国邦人对苏文嘅革命都落出声抗议，对客家政治带来嘅经济改变，都客家乡亲行上街路，进行保卫母语和乡权。大概转变嘅关键时间，所是看到抗人起出带头。另外头文艺、体育、经济都高就目标化200度，抗人嘅大变同贡献，唔单止丰富台湾文化嘅内涵，日本民国邦人更加精彩。客家新闻零9了起身，综合报道。